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香港反送中的行动引起着国际的关心，但是一礼拜办一届的游行，嘛影响着外国游客对香港的观感。根据统计，香港伫6月，包括零售业、饮食业甲观光产业的营业业，拢落3成到4成。工联会是出面来呼吁，讲家己人唔通拍家己人，希望香港的警察甲市民拢爱回归到理性。 过去香港给人印象是买东西、吃东西、买东西、吃东西的好去处，但反送中之后，游客还想来香港玩吗？我们出发前在台湾先问了台湾游客对于来香港玩的意愿，应该还好吧，但是我觉得政治问题少碰。去玩的话，你会担心吗？多多少少会啊。 游行的是港警拍市民、拍记者，安全受到威胁，降低游客到香港旅游的意愿，冲击着店铺生意。搁再加上游行在各区扩散，观光、餐饮、零售业短短1个月业绩是直落。生意有没有受到影响？生意差一半，没有人啊，谁会来？ 根据香港导游工会统计，反送中以来，中国游客对二车单位7800团，降到5600团，来自欧美甲东南亚旅客是落3成，商务访客是减少4成，尤其即马是暑假旅游旺季，嘛影响一般香港员工的生活。 也有示威冲击的地方，它有的跌了3到4成啊，饮食的话有时候跌了5成，佣金就是靠营业额来收入的。那么营业额低的话，就影响了大概是有1成到2成的收入。工联会嘛呼吁，港警无应该动用武力，市民嘛应该爱理性和平，哪有反送中发生暴力，失去焦点嘛失去经济。 暴力就会影响到香港的形象，也影响到很多店铺的运作。